拜托啦，还我啦，一点点嘛，已经变成这种地步了，不晓得他会被我们打动哦。然后明天吧，就是明天，我们部落的年轻人啊，就是也是很少看到这么第一次呢，就是号召我们所有部落的年轻人要回去保护我们自己的土地。东海岸现在啊面临33个 BOT 案，很夸张啊。澎湖也不过一个，澎湖那么小一个啊，我们那边33个。我们也吓到了，怎么那么多？而且全部都在集中在原住民的部落跟原住民的土地里面。去过台东没有？花莲，很漂亮吗？很漂亮啊！对，其实那些风景啊，你们现在去看啊，免费的，没有人跟你们收钱的。但是如果真的被财团啊，被盖了饭店，或者盖了一个游戏区的话，那你停车就要100块了哦。有时候便宜一点50块一样，你还说啊我赚到50块，或者是你要看风景有没有海景第100，不好意思哦要住饭店哦，5000块起跳。哦，其他区都免费，可是有饭店的时候，有那些停车场的时候，搞不好就不是这样了。我不晓得这样子原住民在还我土地，大家怎么在看呢？当然我们还的其实是公平公义，土地是属于土地的，不是属于任何人的，人只不过是土地上的一小部分而已，谁都带不走。我希望这个东西可以引起更多人的共鸣。然后我自己在我的表演或者是我的粉丝页啊、官网都会放出这样的消息，希望大家可以帮忙联署，好不好？就帮忙一下，拜托啦！然后其实我今天有带布条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说，我想说你们帮我绑一绑，然后拍一张照，然后再还给我，因为我们预算有限，然后还要带回去部落给我们部落的人绑啊。然后最近还有一些很可爱的朋友，他们也不是原住民哦，就是他们又做一些很可爱的酷卡这样。就是希望有很多朋友来支持，包括一些艺文界的朋友，他们也开始串联，有一个叫保护东海岸的一个活动，那活动就有 Lady 哥，还有李宗盛大哥、李烈姐，还有那个像金融业的，像观光业的，还有那个严长寿老师、严长寿总裁这样，连阿妹都来联署了，张震岳、阿令都有。就很多艺文界还有朋友，他们一起来联署这样。当然，我们明天要做的是我们自己部落发起的，也算是第一个这样。很多部落的年轻人在外地工作啊，就是要请假很难啊，而且大部分都做工厂，工厂有时候现在加班不太容易请假，所以我觉得他们也辛苦了。我很想要回去啊，但我觉得我应该站在这个位置，然后跟更多的朋友来。就是来一起怎么讲，为这个事情努力，希望你们有听进去这样，好吧？没有土地哪来的森林，对不对？森林，我们只不过是小小的森林系歌手。好，带来这首歌，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的双击。在多兰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，这份感情太过朦胧，我还不能够承受。别在海洋
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，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。海风吹过，树影婆娑，歌声从来没有停过，快乐许多。不知以后有谁带来问候？纷扰太多，呼啸而过，由我来保守。别在杜兰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，这份感情太过朦胧，我还不能够承受。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